不經不覺都11次啦。咁其實喺即係成個過程入邊咧，令到我哋同好多學員咧有好多互動嘅機會。最難忘就係我哋中間都遇咗幾個運動嘅總會啦。咁因為佢哋有啲好微細嘅一啲嘅阻礙，令到佢哋參加唔到比賽。我哋好幸運啦，遇到佢哋就幫佢哋去解決咗問題。感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為我哋資助呢一個殘疾運動教練培訓嘅課程。我哋呢個課程自從2022年開始起辦啦，到而家咧都係一直為有志從事殘疾運動教練培訓課程嘅人士啦，提供一個基礎知識嘅。而家咧已經累積咗咧超過咗2000嘅人次去報名，咁而我哋亦都成功取錄咗1500人，能夠成功完成呢個15小時嘅課程嘅證書嘅人士咧，亦都超過1000人啦。本年度我哋更加首次引入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啦。亦都引入咗一個虛擬實境嘅 VR 嘅運動遊戲嘅試玩，令到佢哋更加感覺到呢個殘疾運動嘅學習嘅趣味性。透過教練課程，可以令參加者更加了解照顧殘疾運動員要注意嘅地方。希望各位教練同學員可以多啲欣賞運動員嘅付出同努力，一齊促進傷健共融，支持香港殘疾運動嘅發展。一齊支持香港殘疾運動嘅發展。課堂見。